香港国泰航空的空服员提出中国旅客甲毯仔英语讲做地毯，这个风波是继续咧滚价。国泰航空甲这3个空服员是透露了后，执行长拜三嘛亲身出面回释咧，强调这款违规的行为绝对袂吞准。那香港的特首嘛表态，袂引准类似的事件搁再发生。At Cathay Pacific, the world is at our fingertips. 在国际上风评一直袂歹的国泰航空，最近爆出机是升客事件，原因是顶一个礼拜有一只为成都飞去香港的飞轮机，哪像有中国旅客甲空服人员摕毯仔，不过伊甲毯仔英语 blanket 讲作是地毯 carpet。事后有3个空服人员伫休息区一直摕这件代志共踢笑，有乘客实在听袂落，就把这个内容拢录起来。On the floor. Blanket. So you're gonna say blanket in English, you cannot have it. Carpet is on the floor. Feel free if you want. Lie on it. 代志爆出来了后，引起中国网友的批评。国泰航空24点钟内3届发声明回释咧，后来佫直接甲迄3个空服人员示头路。不过证人也是真生气，悄悄上网络讲伊用过坐国泰航空类似这种无欢喜的经验。都连香港特首嘛出来批评，话是讲了真重。有机组人员对内地乘客做出不尊重的言行，我感到非常痛心。这些不敬的言行伤害了香港和内地同胞的感情，破坏了香港一贯的尊重、有礼、共荣的文化和价值观。国泰航空第4届回释的时阵，由执行长亲身出面，而且讲华语来表达诚意。对于个别员工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以及道德准则的行为，国泰航空将秉持零容忍的态度，类似的情况绝不允许再次发生。这个风波伫媒体甲网络顶是传了真紧，甚至为语言的歧视讨论到中国甲香港的对立。虽然国泰航空再三答应讲会检讨，不过企业的形象无论安怎，拢已经受到真大冲击。公视新闻，张惠敏编译。